自己而家仲有冇話幫香港人申請嗰啲移民卡啊？係啊，有啊。哦，呢啲就係申請咗移民卡嗰啲優惠嘅。身份證、回鄉證、香港住址證明、大陸實名嘅手機號碼。啲人濫用係乜嘢？拎去俾咗張卡俾人哋洗黑錢，導致咗我哋成條街都俾人哋查，先至停咗。大家好，我今次同大家分享，我喺聖誕節假期之後，趁住平日上咗嚟羅湖呢度玩返日。我係過咗羅湖關之後，一路咁向前行出去嗰陣時，見到呢一間早前提供免費協助香港長者申領延年卡嘅港人服務中心搬咗嚟呢度。而家佢哋名稱仲改咗係羅湖口岸入境服務中心。我喺24年嗰時分享過有幾條辦理延年卡嘅影片，好多時都有觀眾喺留言區留言查詢下有關延年卡嘅情況。我就試下入去問下，喺24年9月停辦咗嘅延年卡會唔會有得恢復？喺入去前先同大家講一講，呢一條延年卡影片純粹個人分享，係冇推薦推介嗰啲意圖。我想請問下你哋咧，係自己而家仲有冇話幫香港人申請嗰啲移民卡啊？係啊，有啊。咁有咩條件咧？條件喺嗰度，你唔使考嗱，呢個係必要條件嚟嘅。身份證、回鄉證、香港住址證明、大陸實名嘅手機號碼。嗰個信用證明咧係要睇你個銀行流水，起碼半年。住址證明就係水電。水電煤、銀行月結單或者一定要有大陸手機號碼。必須係。必須。係。定期存款咧，舊年好似要做。呢個係兩個條件嚟嘅。要做幾多錢啊？佢係要擺存款落去，定期1年嘅，15,000港幣。哦，原來咁樣啊？係啊。15,000蚊港幣得。係定期1年。人民幣都係15,000蚊。佢就係收港幣，因為咧其實係方便香港人，佢唔使唱錢啊嘛。哦，咁樣。係就15,000港幣。15,000港幣。係定期1年。定期1年。係。銀行存款證明。銀行存款證明咧係同埋睇呢個銀行嗰個銀行流水，銀行流水，起碼唔係個吉卡。哦，呢啲就係申請咗延年卡嗰啲優惠嘅。係。不過我哋要優先嗰啲參加過我哋活動嘅人。參加過你活動嘅長者咧，直頭喺優先安排。係。如果冇參加過你哋咧，冇參加，如果係我哋個額比較寬鬆，我哋亦都會嗌你過嚟辦，但係咧你要候補嗰個活動。哦，候補個活動。係。都係即係最終佢都要參加你哋嘅活動。係。咁其實我哋參加活動亦都係我哋去考察一個人嘅一個正面嘅香港形象啦。因為咧之前係我哋協助咗好多人辦咗，但係咧有人係濫用咗張卡，所以先至停咗。係，其實所以點解我哋定嗰啲條件就係咁樣。啲人濫用係乜嘢？拎去俾咗張卡俾人哋洗黑錢。咁都得？就係有人係咁都得，所以先至。我哋後尾先至停咗嘅，舊年9月份我哋停咗嘅。哦，係。名額有限咧，個名額係有幾多度㗎？具體我可唔可以唔透露俾你咧？我向羅湖口岸入境服務中心嘅員工查詢過，佢哋而家係有幫對延年卡有興趣，同埋係冇深圳住址證明，滿咗60歲或者以上嘅香港長者，免費咁協助辦理深圳嘅延年卡。佢哋嘅最新嘅申領條件係需要已經符合佢哋申請條件嘅香港長者，係需要存放港幣15,000蚊喺佢哋指定一間深圳銀行做1年期嘅港幣定期存款。另外仲需要嘅條件就喺1嗰度，就係香港身份證同埋回鄉證。喺第2嗰度係需要提供香港住址證明，可以用水電煤、銀行單等嘅正本，任何一樣都可以。第3嗰度係一個係自己本人實名認證咗嘅大陸手機號碼。喺第4嗰度嘅信用證明係香港與內地嘅銀行存款證明，每個月平均有2萬蚊以上嘅流動存款記錄。喺查詢嗰陣時，佢哋員工有講過係會睇銀行流水起碼半年，同埋係要喺佢哋指定嘅深圳銀行做一個定期存款，係港幣15,000蚊。佢哋員工都有提過嗰個港幣定期存款係需要做1年。第5同埋第6都係同一樣嘢，都係品格證明。品格證明第1樣係要態度良好，每年深圳義工服務2次證明。嗰個員工都有講過話，申請人係都需要參與佢哋嘅活動。如果參與過佢哋活動嘅申請人係會優先辦理。假如係冇參加過活動嘅申請人，名額有限嘅話，佢都會接受辦理。不過係需要候補活動。睇嚟呢個品格證明1就係咁樣。
品格證明2嗰度係要完成銀行提供防詐騙及個人行動能力嘅證明。呢一項嘅品格證明2應該係要申請人保證張卡唔會俾其他人拎咗去濫用。呢度仲有張通告嘅內容，同頭先所講嘅辦理條件都係一樣，不過註明咗延年卡辦理條件全部免費，生效日期係2026年嘅1月。深圳嘅延年卡原來唔係淨係免費搭公交車、免費搭地鐵，同埋喺乘搭地鐵嗰陣時唔需要使用呢個免費專用通道，即係需要攞住張延年卡，隨便揾部入閘機就可以拍卡入去搭地鐵。離開嗰陣時只需要部橙色嘅專用閘機出閘，係唔會收取任何車費。其實呢一張嘅深圳延年卡，佢嘅作用唔係淨係愛嚟免費搭地鐵或者搭公交。延年卡係深圳市民政局委託指定嘅銀行發出嘅政府養老服務電子身份憑證卡。呢一張卡可以用作身份識別、敬老優待同埋一啲政策性嘅津貼發放。呢張告示延年卡嘅長者福利同埋優惠一共係有22項，可以用張延年卡喺深圳市內免費乘搭所有公共交通設施，同埋係免費或者優惠使用深圳市公共體育場館。喺第5個項仲有高齡津貼，跟住仲有長者嘅食堂優惠，同埋有居家養老服務券。喺最下低個5項係持有港人服務中心嘅 VIP 卡嘅優惠。如果香港60歲以上嘅長者又唔可以提供到深圳住址證明，但係覺得有張延年卡可以免費搭地鐵或者公交車較為方便嘅話，對佢哋開出條件又接受，可以掃呢個二維碼聯繫佢哋，查詢一下詳情或者申請辦理，又或者親身嚟到呢個羅湖口岸嘅服務中心揾佢哋嘅員工協助辦理。我喺度溫馨提示一下，冇深圳住址證明嘅香港60歲以上嘅長者，申領呢張延年卡之前最好諗清楚係有冇咁嘅需要，同埋係咪真係接受到佢哋嘅條件。今次呢延年卡影片只係個人分享，係冇推薦推介嗰啲意圖。其實喺2024年嘅4月份開始，港人服務中心已經開始提供協助一班冇深圳地址證明嘅香港60歲以上嘅長者，向佢哋指定嘅工商銀行申領一張深圳嘅智慧養老延年卡。條件裏邊其中一項係要喺指定銀行做一筆指定嘅金額，為期1年嘅定期存款。喺當時嘅指定金額係1萬蚊嘅人民幣，同埋當時嘅香港長者反應好踴躍，申領延年卡嘅名額好快就已經滿晒。不過好快就喺2024年嘅5月1號，佢哋將定期存款嘅金額加到2萬蚊港幣，同埋係每一日嘅名額只係做20個。喺2024年嘅8月23號再查詢嗰陣時，佢哋已經將2萬蚊嘅港幣定期存款改為1萬蚊嘅定期，同時都有話銀行隨時會 cut 呢個活動。本身係要2萬蚊做定期嘅，而家1萬啫嘛，係咯。因為呢個活動我哋唔知銀行幾時話 cut 就 cut 噶啦。銀行話 cut 嘅，但我哋肯定係跟住要 cut 嘅。其實我喺9月25號已經嚟過呢個港銀服務中心度查詢過，預約申請延年卡嘅服務已經暫停咗。當時嘅員工話係工商銀行嘅延年卡系統更新，只係臨時性嘅暫停，約莫喺10月15號會恢復返預約，不過都係需要等銀行嘅指示。其實申請延年卡嘅條件變化過程，我一路都跟得好貼，同埋到咁上下日期我就會查詢。今次嘅暫停，佢哋話係系統更新，同埋傳出嘅係有其他嘅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有持證人俾咗張卡其他人濫用，甚至利用呢張卡用嚟洗黑錢，所以9月份停辦咗呢項申請延年卡呢個活動。各位，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 like我，仲未訂閱嘅請撳埋訂閱掣啊！下一條影片見。